大家平安。我对凤良遐实在真歹势，今仔日这段时间真正真长啦。啊，搁迄台湾话是真白的台湾话，毋过真歹读啦，我知影。啊，毋过我有几若摆想讲看会当安尼甲紧紧咧缩较短咧吼，无法度。我确定讲道顶听我讲道，你就知无法度缩较短，所以不得不爱规章拢读。啊，感谢感谢，真艰苦哦。咱来做伙祈祷，天父上帝，阮踮伫即个世间，常常看到真侪无公义的代志。虽望阮信你，犹顾阮有时啊会真毋甘愿。阮要对做诗的人所写的诗篇来三角看这项代志。主恳求你的圣神临在伫阮的中间，教示阮，互阮知影要安怎伫即个无公义的世界中间做你的行事。祈祷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这本册我毋知影咱中间有人捌读过无？这是1981年一个犹太人的列比写的一本册，中文是号做当歹事发生伫好人的身上。会安怎？要安怎？这本册互我真有迄个亲切感，是因为差不多1985、86迄阵我的头一个牧师娘开始有脑癌，开始咧破病，有开刀。迄阵我就真艰苦，毋知有一个遐个伫迄个我。迄个大个所在的牧师介绍这本册互我读。老实讲，我看到这本册时，我肯定会甲你讲我这本册的名。我迄落，毋过我感觉歹事发生伫好人的身上我伫想讲我的夫人人得脑癌，也毋是我安怎甲安怎才会安尼啊，就甲生出来无度。我做牧师我应该毋是歹人啦所以这本册互我呢，我读这本册，我印象真深。我捌写一篇讲道啦，我即马找无迄个稿，我若有找到，我才摕来甲你分享。这本册是真有意思的一本册。这本册开始的时候，这个Harold Kushner 伊的囝破病，伊的囝得到迄落真少年就看到敢若老人去看咧，医生甲因讲，伊袂当活超过15岁。这样代志互伊足艰苦的。伊为着这个代志，伊写这本册，伊感觉我做列比，我的囝是安怎着安尼。所以换一个来，这本册是咧探讨好人受苦是安怎，好人会受苦这个问题。因为这个问题是对人类有史以来，都真侪人在讨论，无人有解答。Harold Kushner 想要解答老实讲，伊本册嘛真侪，伊无法度通说明。敢若上帝的旨意甲人的自由意志伊就讲甲灰哥哥啦。这有影毋是遐尼简单的问题。伊这本册写好摕去互迄落大间出版社要拜托因出版，无人要甲伊出版。理由是讲，你这是你个人的代志，恁兜的代志，恁囝破病，你写这啥人要甲你讲？搁一项有人讲，你这宗教未受当啦。伊是犹太人的列比，伊写伊讲这宗教未受当，无人要读啦。伊不得不摕去互一间真细间的出版社替伊出版。出版了轰动一时啦，非常侪人卖足侪啦，拢是 New York Times 的迄个 list 占足久的时间。
迄证明讲，真侪人对即个问题真爱知影解答，毋知影要安怎解答。伊即本册翻做足侪国嘅话，毋知有翻做中文啊？无我毋知影。啊，卖足侪，遐无要甲出版诶，遐出版公司哦，看着安尼哦，足后悔，要知嘛甲出版。只是伫遮，咱就知影，即个问题是真侪人有诶问题，特别是拄着困难诶时个人诶问题。啊，咱若讲着好人受苦，咱圣经内底有一个约伯，逐个拢袂讲去讲约伯啊。但咱今仔日读这4篇73篇吼，即个作者诶名叫做阿萨。你若看迄个圣经内底有写阿萨诶诗，阿萨吼，即个人是大卫诶宫廷诶内底诶，差不多是大卫诶王朝诶内底得管敬拜音乐这方面乐官啦，乐官，伊就是专门咧管音乐这方面诶代志，所以是一个真有信仰诶人。伊伫4篇50篇是伊写诶，4篇73篇到83篇，这10篇4篇嘛是拢出伫阿萨诶手，大卫诶乐官，所以伊是一个真有信仰诶人。73篇是伊写伊诶即个10篇诶中间诶头一篇。伊开始诶时吼，伊开始诶是第1章吼，伊讲吼，上帝好款待以色列，好款待遐心清气诶人。即句话吼，开始诶时吼，伊是咧讲上帝吼，上帝真好啦，对以色列，对我诶国家遮尔好，清心诶人。我想伊嘛是清心诶人啦，好人嘛，伊做乐官，伊敬拜上帝，啊，佫有遐尼好诶职业，上帝对遮诶人拢真好。啊，这是我读这个第1节的时候，我感觉讲哦，咱常常讲哦，人人问讲张牧师这个人生做什么款？袂歹啦，这个人袂歹，差不多是迄个意思。上帝袂甲人歹啦，上帝真好。第2节开始，伊讲吼，虽然是安尼，上帝真好啦。虽然是安尼吼，虽然是安尼的时，就是有迄个无够好的所在安尼吼，就开始讲啊。讲我的骹险啊踏出去，我的骹步险啊行偏去。上帝真好啦，毋过吼，有一寡代志，互我的骹险啊出去，险啊行偏去吼，上帝都拍折啦，你敢知吼？拍折啦吼！啊，第3节伊讲啥？第3讲，因为我看到歹人甲骄傲人兴旺，我就怨妒不平。因为这篇诗篇吼，对第3节到12节吼。拢总在 complain。我今仔日的题目叫做毋甘愿吼，就是毋甘愿啦。我今仔日的题目，恁若看有一个惊叹号，啊，佫一个问号。这篇诗篇吼，会当分做2部来看。头一部吼是第3节到12节，伊咧 complain， 伊有 complain， 所以伊有毋甘愿，所以就有甘愿，这是事实啦。第2部分吼是对。第13节开始到即章的上尾啊吼，是作诗的人吼，咱较顶下会讲到伊入去伫上帝的面前，伊佫看到当伊的毋愿吼，伊的态度改变，所以伊就我用一个 question mark， 意思就是讲我安尼伫遮毋甘愿甘对，伊咧省察伊家己啦。所以我的题目就是安尼，毋甘愿一个惊叹号，伊就毋甘愿嘛。总是伊尾啊有改变，伊感觉我的毋甘愿，敢若是无应该的款。咱较顶下讲到这吼，所以这篇诗篇真趣味的诗篇啊。
讲对第3节到12节吼，我咧读的时候，我坦白甲恁讲哦，我想到台湾立法院迄阵立法委员，你敢知？真正诶，来我毋免读拢读啦吼，我真简单讲几节吼，伊咧讲啥就好啦。第4节吼，伊讲遮个人诶身躯拢足勇诶，遮个人身躯拢足勇诶。啊，第6节吼，讲因用暴力对待人，遐身躯拢足勇，一时间咧相拍，恁有咧看吼？你有看吼？啊，过来吼，因诶心邪恶，拢总为着家己诶利益，吼，拢总为着家己诶利益。啊，过来吼，8节讲因讲话大声中伤人，你想我着倒一个，恁家己去想啦，吼，因讲话大声中伤人，吼。啊，第10章讲吼，上帝子民有言话语，遐信耶稣的吼，原来讲即个人袂歹呢，伊看着心肝真疼呢。伊讲啊，因所讲的，因全盘拢接受。有啊，台湾都有即个人啊，吼。啊，过来吼，第12节讲因的财宝一直增加。一日间安尼花吼，一个月拢领10几万咧领诶。立委做一个台湾人，我对第3节读到12节吼，即个做事的人毋愿，我嘛真毋愿呢。你会毋愿袂？这事实的代志啊，我甲你讲，咱做阵，咱逐个拢讲啊，哪会安尼？我甲你讲，本来就是安尼。这篇诗篇几千年前写的呢。迄阵就安尼啊，毋是即马才，毋是台湾即马才安尼啦。人性无啥物改变，人性真正无啥物改变。这吼，伊看了吼，真正是心酸。恁逐个，我知影恁真侪人咧看政论节目，啊，有诶拢甲我讲啊，足歹看，看着安尼迄啊，地方要穿起来，啊嘛是搁看。咧对，事实是安尼，啊，看着真毋愿，敢毋是？毋愿，总是这个做事的人吼，伊毋愿了吼，伊第13节伊甲上帝讲啥？你知？第13节讲哦，我保守我的心清气，实在无采工。我洗手无目着罪恶，嘛是空空。因为我规日拄着灾难，逐早起受谴责。伊甲上帝讲啊，看到这个人即落行吼，我保持我的心清气吼，无路用呢，吼，你捌安尼感觉无？看到遮尔济无公平的代志，啊是你拄着啥物真济无公平，人对待你无公平的代志，你会安尼感觉袂？我是安怎我甲因共款就好啊，我来甲因共款就好啊嘛，对无？因为这是一个引诱呢，嘛有人有影会受引诱是安尼啊。伊甲上帝讲，我安尼，我做一个好人，敢有啥物利益？看破。因为我甲你讲哦，我敢若捌甲恁讲。阮永摆有一个朋友吼，伊若来学校，阮若看伊的形，阮就知影这甲因女朋友冤家啊，安尼油头甲面安尼，啊，阮逐个拢甲笑，啊，到尾我甲讲哦，我甲讲一句话，我甲讲哦 ，everything is very 喊，吼，逐项代志拢喊嘛啦吼。See open， 看好开啦。因为这是看破，我甲你讲哦，毋免看破，看开就好啦。看开，真正咱看到，咱会当创啥？啊，要罢免，咱嘛拢无要投票啊，咱也袂当去投票啊。哦，大半咱袂当去投票，啊，要安怎？咱要安怎活？这个事情，这个阿萨讲。我无像，我无甲因共款，有啥物路用？
总是伊是一个真有信仰的人。伊知影伊袂使放弃啦，伊知影伊袂使放弃。伊第15节伊讲我若讲我要照因安尼讲，就对你的子民无忠实。伊会去想着别人，伊的地位，伊伫台北会将来做甲官，是一个领导者，伊是政府的官员，伊袂使安尼。伊讲我若像因安尼讲的是我对你的百姓，你交代我这百姓，我对因无忠实。这是真可耻的，真可耻的。伫看破的中间，伊还阁会记这个代志，第16节，伊甲上帝讲：我想要了解这个代志，毋过无法度。有影，这要安怎解说？这要安怎解说？第16节，伊甲上帝讲：我想要了解这个代志，无法度。因为这篇诗篇真正是我读到这篇诗篇的时候，我感觉。几若千年前都安尼呢？第17节是伊的 turning point， 伊的 turning point。伊讲到入去上帝的圣所，我才明白因的结局。入去上帝的圣所，我拄仔讲第3节甲12节，你等于若有时间，你去读。诗篇73篇，第3节甲12节伊拢无讲到上帝的代志，伊拢无提起上帝的代志，伊用伊家己做中心伫看这个代志。第17节开始，伊上帝入来啊！上帝入来这个代志的中间，伊讲我入去圣殿。到底伊是入去圣殿，像咱这个圣殿，还是伊伫灵修的中间，伫上帝的面前，伊才显悟出来？咱毋知。总是伊第3节到12节，甚至到第16节，伊想要解决，伊家己想要了解这样代志，伊嘛无法度，伊拢无去想到上帝。伊想到上帝的时，规个伊拢改变过来。开始省察伊家己，省察伊家己。伊讲这咱伊伫第17节伊讲到我入去上帝圣所，我才知影因的什么。过去是伊的信仰，伊的信仰。伊讲你一定会甲因放伫谷骨的所在，互因摔倒灭亡，因互恐怖吞灭，一万年久就灭亡，亲像困醒就知，因看到的梦是幻象。主啊，你一日起来，歹人就消失。咱大家拢讲咱大家拢讲，好有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这是恶有恶报的迄落啦。我伫读这个时，感觉阮做牧师若是干那安尼甲恁讲恁大家讲你免讲嘛，安尼讲。事实咱看真济即款安尼，像第三节甲第12节所描写这样，有时咱看到足毋甘愿嘞。遐个人钱趁足济，咱做甲要死拢袂当，咱都毋甘愿。总是做事的人甲咱讲这个人因的骹实在是伫骨骨的所在呢。徛伫伊拄啊第2节讲，我的骹险打出去，伊嘛徛伫迄个骨骨的所在呢。所以同款，你做歹你做歹会当骗人一时，袂当骗人永远。伊知影这个人虽然看起来足车赢，有可能足侪人对因扑扑塌塌，总是上帝知影因啊。
咱台湾话有一句话，咱毋是台湾话尔啦，迄是常常在讲的一句话。凡走过的都有痕迹，咱拢不听的吼。你想讲人毋知吼，你行过的所在，遮拢伫遐。啊，佫一句话，暗路行久啊，会拄着鬼。你捌听即句？伊在讲就是这啦。遮个人想讲，拢无人知。啊，伊甚至第10节甲第11节，伊讲上帝是啥人？上帝伊嘛无要惊啦。总是这个诗人讲，上帝在看，上帝在看。我知影，阮做牧师啊，直直讲上帝在看，叫恁安尼毋免烦恼安尼哦。你讲就你讲，上帝在看，我哪知影伊有在看无？我跟你讲，我有创一个 PowerPoint 哦，请你创出来好无？第2个迄个，这个人哦。Charles Beard 吼是一个美国一个历史学家吼，伊吼有一摆，迄个故事是讲，伊有一摆吼，伫讲演的是有人问伊问题，讲你做一个历史学家吼，你伫安尼读遐尼济历史吼，你有法度讲出来几个历史的法则啦？历史的法则，你读历史读遐久，你会当甲阮讲真简单，讲一寡历史的法则，吼。啊，伊想一个吼，伊讲即几项啦。头一句就是吼，第一句吼 ，The bee fertilizes the flower it robs。伊讲吼，蜜蜂吼，你知影蜜蜂拢去花内底捡迄个甜的物件嘛？你对迄堆花来看的时候，迄蜂要来吼，伊花一点仔抵抗力都无，伊要输偌济才伊输的。毋过 Charles Beard 讲吼，伊想讲伊是咧抢夺迄堆花，总是伊毋知的中间吼，伊的骹去摸着花粉吼，伊将迄个花粉摕去压伫别位，迄个花吼，因为无法度抵抗，看起来是互人抢，总是上帝奇妙的安排吼。伊会当探搁较开，这伊讲是这个意思啦。啊，第2句伊讲吼，那足暗的时吼。你愈爱会当看到星，咱知影你伫盲区要看，暗时要看星看袂到，日时啊当然看袂到。毋过你若去山顶，拢无电灯的所在，你看星会当看甲足清楚。伊讲愈暗的所在，会当愈看到星。伊咧讲的历史的法则是，毋是拢总绝望啦，有五望的所在啦。上尾啊，伊讲吼 ，The Muse of God 吼，迄个，这本来我应该要分做3纸啦。我迄个秘书甲我创毋对的吼。伊讲上帝的招无啊吼，无就真慢啦。有影，有时啊，咱咧讲，啊上帝讲做要迄落，啊是当时才买，咱拢袂迄落。伊讲上帝的招无啊，无就真慢。总是上帝招无吼，无吼 exceedingly fine， 会当无甲足油的啦，会当无甲足油。这毋是圣经的话，这是历史学家讲的话。因为这是真奇妙的所在呢。咱爱信靠上帝啦。这个人伫遮，伊家己无法度解决，伊家己想拢无。总是伊佫倒转来，伊知影上帝在看。这个人想讲因真富裕，真所有代志拢总无人。因为咱看足济即款例，敢毋是？一寡政治家因所做的代志，因拢想讲人毋知，结果拢互人掠着。
台湾最近发生几项代志，咱拢看到即款的，敢毋是？啊，这做事咱大家拢无看，有诶明明知影伊伫做，咱无找无证据，总是上帝甲伊放伫骨骨的所在，当时要出倒，无人知。但即个阿萨伊去上帝面前，这是头一项伊看到的。第二项伊看到啥？第二项吼，伊看到的啥？是第21节到22节。伊讲：我的心酸痛，我的心情苦痛，我愚妄无知，伫你的面前，哪亲像精生？到底伊是伫讲我安尼 complain， 我安尼唔甘愿吼？是愚妄，啊，毋是我毋知，有可能是。毋过吼，我即摆要搁倒转去，我开始的时讲迄本册，歹事发生伫好人的身上。我感觉即个阿善哦，伊伫上帝面前的时候，伊开始省察伊家己。这也是我看到迄本册哦，人介绍迄本册我看到迄个册名的时，我就想讲，是安怎？大家人拢想讲伊是好人，歹事发生，啊，拢是好人，敢有影？敢有影？有啦，我拄仔有讲，我的夫人人着脑瘤，也毋是我甲拍啊安尼啊。毋是我毋对啊！我做牧师我应该是好人啊！啊，恁若无同意，我那袂要紧啦，吼，对无？总是，例如我看到这本册时，是安怎拢大家想讲伊是好人，歹事发生伫我的身上，就讲啊，这歹事哪发生伫好人的身上？咱嫌有资格通安尼讲。有一寡基督徒看人拄着代志吼，所个会讲讲啊，这是上帝咧甲你责罚啦，替上帝讲话。你毋捌看到即个人哦，替上帝咧，就是你是歹人才会拄着这啦。敢有影？什么人讲的？我伫讲的意思是，这本册吼，这本册迄个册名我老实讲，我摕到这时，摕到迄本册头一遍，摕到迄本册，我就安尼想啊，我是好人，敢干那好人才会拄到歹代志？伊来到上帝面前，伊拄我讲哦，上帝你互遐做歹的人哦，徛伫骨骨的所在。我想伊甲即个做事的人伫上帝面前，嘛伫想讲。啊！我是徛伫什么款所在？我所在是毋是我那骨骨？这咱大家拢爱反省的代志，敢毋是？这咱大家拢爱反省的代志。实在讲，咱若用圣经的教示10条戒就好了。耶稣伫山上宝训教示的遐个教示。咱若用遐个做标准来量咱家己吼，咱倒一个敢讲我是好人？倒一个人敢讲我是好人？敢是因为你是好人，所以歹代志会发生伫你的身上？我想毋是啦，我想毋是啦。这是伊伫上帝面前看到的第二项代志。第三项代志吼，伊相信你行好，上帝会报赏，上帝会报赏。迄是对第23节到24节，伊讲吼，总是我不时甲你做伙，你牵我的正手，用你的教示引带我，接纳我得到尊荣。伊甲上帝讲吼，你的报赏
伊在讲上帝保障，上帝保障无拄拄是物质上，也是财富上的保障。若有真感谢啦。总是这个阿萨做事的人，伊伫遮伫这23载到24载，伊讲4项代志呢。伊讲4项代志，伊甲上帝讲吼，迄个报赏是你常常甲我伫地。伊讲，伊就是讲你常常甲我伫地，伊讲我不时甲你做伙。上帝，你行好，上帝不时甲你做伙。第2项，上帝牵伊的手，你牵我的正手。上帝会驾驶引带伊，上帝引带伊。上尾上帝接纳我，得到尊荣。巴克利的翻译巴克利的翻译是讲后来你要接纳我入你的阳光，后来你要接纳我入你的阳光。伫遮这个翻译我感觉较好。上尾咧，你若伫世间照上帝的意思，随梦食开，上尾上帝要接咱入去伊的阳光，这是上帝的保障。伫世间，伊有不平，伊有毋甘愿的所在。伊看到这歹人伫兴旺，我拄仔讲的，看到真毋愿。我嘛有讲，头一站伊拢总无咧受上帝，都是伊看，伊做中心看这代志。第2部分伊将上帝带入来伫这内底，迄个英语叫做 equation 方程式。咱的生命咱就是一个代数的方程式，内底有上帝因素伫内底。迄一个 F 还佫挂号的我数学是足低咯，毋过这项我知啦。F 还佫一个就是你的人生的迄个 F 的挂号的内底。你若放我的时，你出来就是安尼；你 F 的内底若放上帝的时，你出来完全无共款。伊会晓安尼做，伊会晓安尼做。最后，伊甲上帝讲伊甲上帝讲，伫天顶你以外，我有甚物人？伫地上你以外，我无所依赖。佫落去25节，适用伫咱遮的白头毛的，我的肉体，我的心神会衰弱，毋过上帝永远是我心灵的快乐甲产业。这是伊的信仰，这是伊的信仰。我相信安尼了，伊会感觉我敢有需要安尼毋愿。我敢有需要安尼毋愿？你看伊伫这73篇的中间，对感叹号变作问号。上尾第27节，伊讲离开你远的人一定会亡，放杀你背叛你的人，因你拢会甲因消灭。这甲我拄仔讲的迄 Charles Beard 所讲的代志真共款。上帝造我的下磨真慢，总是磨真幼。芳想讲要去抢花的甜，无意中将伊的花粉送去别个所在。这款的代志。伫自然的中间，咱会当看到上帝的作为。上尾第28节，伊讲对我来讲，亲近上帝上好。我会用至权的上主做我的避难所，互我当宣扬你一切的作为。例如，我拄有讲，我读第3节到12节，我想到遐立法委员，我嘛头壳真疼。
我嘛毋知影要安怎，总是伫遮讲哦，上帝互咱有即个信仰，互我通宣扬你一切作为。伫人伫失望的中间，咱有盼望，咱相信上帝伫超历史，咱爱将即个盼望分互人。咱的圣诗吼，第67首，我心学罗上帝，遐有一节吼，第3节，咱吟的是拢安尼吟啦吼。虽妄歹代，暂时畅行，公义稳当得胜。咱拢有吟过，2-3礼拜前咱才吟过。虽妄歹代，暂时畅行，公义稳当得胜。你有安尼心？你有安尼心？我有安尼心？这较要紧，毋是干那唱啦定啦。今仔日咱确定啊，讲到了所要唱吟的圣诗61首。我真爱这首诗啦，这是一个台湾人的牧师做的，一个台湾人的牧师做的，真早比阮老爸搁较早的一个牧师做的。确定恁唱的时候，你去甲想逐节的意思，慢慢啊想迄个意思。基督教的历史神学拢伫迄3节的中间，你确定啊？恁点哪唱的是看迄个歌词的意思？咱来先甲祈祷。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通过你的话，互阮过一摆受提醒。阮伫世间看真侪无公义的代志，有时阮惊无公义的代志，阮知阮是软弱，总是主你有慈悲疼痛，你有赦免，毋那安尼，你阁互阮有盼望。伫阮所拄着的困难、困扰，逐项，阮恳求你，互阮无放弃阮的愿望，互阮会晓交托你，相信虽妄歹代，暂时畅行，你的公义稳当必得胜。祈祷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